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一個做 part-time 網約車嘅司機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今日親眼見到嘅交通意外，同時亦令我感受到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仲有好多好人。事發喺今日，我當時載住一對嚟夏威夷旅遊嘅夫婦，我哋離目的地大約仲有5分鐘嘅車程，我停喺交通燈前面排第3架車，突然間我聽到嘭一聲嘅巨響，我即刻喺窗嗰度望出去，就見到一架私家車撞到一架綿羊仔，而駕駛綿羊仔個女仔當時就瞓咗喺地下。最令我意外嘅係，我車上嗰對夫婦完全冇猶豫到，立即開門落車幫手。要知道嘅，佢哋嘅背囊、電話，甚至一啲隨身物品，仲留喺我嘅車度。但係佢哋第一時間諗到嘅唔係自己，而係傷者需唔需要幫助。好彩嘅係，個女仔最後睇落去只係受咗皮外傷，但係現場已經有一位路人忍唔住咁喊咗出嚟，所以我當時諗，撞擊嗰一刻其實真係好危險。之後個乘客就問個傷者需唔需要報警，同埋幫佢叫救護車。但係嗰個女仔竟然話唔使啦，我冇事。聽到呢句說話之後，我即時諗起自己以前一次嘅經歷。以前我都試過被一架綿羊仔撞到我架車後邊，仲撞花咗我個泵把添。因為對方受傷，所以我都有報警叫救護車，亦都向警方攞咗意外報告，諗住之後追討維修費。點知後來先知道，原來對方架綿羊仔根本就冇買第三者保險。更令我意外嘅係，原來喺我哋嘅州份，法律係冇硬性規定綿羊仔一定要買第三者保險。結果我只可以向嗰個司機本人追討，但好可惜，我打咗好多次電話畀佢，都冇人接聽。之後最後件事就不了了之啦。所以我今日見到呢單意外，我腦海第一個反應就係，如果今次嘅責任真係落喺綿羊仔司機身上，而架私家車又有受損嘅話，咁個私家車車主就可能都會面對我當年一樣嘅問題。有時法律真係未必完善。不過講到尾，其實今日最令我感動嘅唔係意外嘅本身，而係我見到兩個原本只係嚟旅遊嘅陌生人，見到有人受傷，毫不猶豫咁落車幫忙。呢一刻令我覺得，原來呢個世界上雖然有好多唔公平嘅事，但同時間都仲有好多善良嘅人。呢個就係我今日遇到嘅真人真事。如果你哋都有類似嘅經歷，歡迎留言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